大家好，我係 Sylvia Wong，只想你投得對，齊齊建立退休風潮。退休風潮顧名思義，希望你退休嘅生活都係優質啦、豐盛啦，同埋有一個安樂窩嘅。咁保單嘅被動收入，咁其實你又知幾多呢？咁其實一份保單可以點樣為你帶嚟被動收入呢？我哋睇一睇下一張。我哋有幾條問題咧，想同大家分享下嘅。長者究竟可唔可以同時申請長者生活津貼同埋高齡津貼呢？答案係不可以，係啦。咁就根據政府最新嘅一個嘅資料顯示啦，咁長者如果獲發咗長生津嘅話咧，就唔可以同時申請咧俗稱生果金嘅高齡津貼噶啦。第二條問題，如果客戶購買咗我哋 AXA 安盛盛在人生即享年金嘅話，究竟一筆過投資嘅金額會唔會計響長者嘅資產限額入邊呢？答案係唔會㗎。盛在人生所發放嘅每個月嘅保證年金咧，就會計入去我哋生活津貼入邊嘅收入，但係一筆過支付嘅投保金額咧，係唔會被計入去呢個資產審查入邊嘅喎。如果客戶退出咗年金之後，使唔使向社署申請呢一個資產變動呢？答案係需要嘅。咁所以咧，其實都要睇下大家身邊嘅哥哥姐姐啦。如果一旦佢哋突然間中咗六合彩，需要有一個資產比較大嘅變動，或者甚至乎資產增值咗嘅話咧，都需要通知㗎。好，盛在人生即享年金，被保人喺簡短嘅智能測驗入邊幾多分以下係可以得到一個雙倍嘅年金權益呢？答案係10分，因為喺滿分係30分嘅情況之下呢，一個叫 Mini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咧，係由當然係由呢個醫護人員去處理執行啦。咁喺呢個臨床嘅證據底下呢，如果佢得到10分以下嘅話呢，都已經證明咗佢患上一個比較嚴重嘅阿爾茲默氏病，影響咗佢哋嘅失能失智啦，我哋叫做係行為異常，導致到被保人精神同埋社交能力係會明顯咁減退嘅。咁呢，我哋就會 double pay 嗰個年金俾佢噶啦。好，最後一條，咁其實你手頭上有幾多資產係可以提供被動收入嘅呢？收租嘅物業、現金嘅利息、收息嘅股票。原來咧，你一份保單都係可以嘅喎。我哋睇一睇咧，咁其實咧，根據香港 MC 保單逆按嘅計劃底下，如果你有一份咧人壽保障額有200萬嘅保單，其實你嘅年金收入會有幾多呢？以一個65歲嘅男性去到睇，原來佢200萬咧係可以收15年咧，大概4000蚊左右度嘅一個年金，而且呢一個咧係可以咧係唔需要考慮佢嘅健康狀況啊，各樣嘢都可以申請到嘅喎。咁究竟其實有冇可能魚與熊掌兩者兼得呢？咁我哋就睇睇咯。一份壽險保單如果越長嘅話呢，其實佢嘅保單價值都會越高。老來嘅話呢，退出嘅年金呢都會可以呢提到越多嘅現金流。第二樣嘢，當佢身故嘅時候呢，其實你賠償額呢都係可以調升嘅。因為頭先提過啦，年金額呢，年金嘅收益呢，其實係同個身故賠償係有關嘅。咁亦都係每年去審計，只要你將保單呢嗰個身故賠償越高嘅話呢，你所得到嘅年金呢都會越高嘅喎，亦都可以呢變咗抵禦通脹，甚至乎到最後尾呢可以留翻俾受益人享用保單傳承嘅功效。所以我想要嘅轉介係相信自己會好長命嘅朋友，想保單 power up 收入被動增加嘅朋友。咁大家咧都可以留意下，我本身咧退休風潮咧黃金消費額係會有一個 YouTube channel 嘅，咁我亦會有好多咧定時咧都會發放好多關於保單啊或者係財經上面嘅小百科俾大家嘅，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得到一啲嘅多啲嘅資訊啦，讓你咧可以投得對，生活充足，冇煩惱。